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9号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新北沙林堡工地施工，害到隔壁大楼起气，即马检测了后确定安全，居民已经会当转去处理。今日立法院被委员会调这几员选举，拢去国民党甲民进党选调，民众党是一个拢占无到。欧洲议会年度报告，搁在挺台湾，强调台湾甲中国双方拢无属于啥人的，咱外交部嘛表示感谢。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今仔早起天气稳定，不过下暗就开始要变天，因为这锋面甲强烈大流冷气团小连续影响台湾，天气变化真大，温度快速下降。按算到礼拜，搁要开始透南风，天气搁开始转烧热，若是到后礼拜2，甚至会爬到30度。台北市拜四中昼天气稳定，但是气象署表示，暗头开始就风面会通过台湾开始变天。拜5、拜6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就会变成各湿各淡凉冷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提醒，拜四下暗全台温度拢会快速下降，较暗转厝的民众爱穿好少。在中国华南这一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云系在发展，预计到了下半天，这些云系就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因此预期在今天下半天天气就会开始变化。明天、后天2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温跟今天相比，整体都会相差非常多。在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中部以北低温可能只有到10到12度。这几天天气变化是真大，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1了后会开始透南风，天气渐渐回温。后礼拜2会是上温暖的时阵。高温通伫30度左右，南部甚至伫30度以上。不过气象署提醒，较高的衫裤要唔通收，因为3月初6后礼拜3阁有冷空气。到了礼拜2，整个各地的高温几乎都有机会回到接近30度，甚至30度以上。因此在这段期间，温度的变化真的相当的大哦，等于是在短短几天内会历经了几乎是春夏秋冬的感觉。气象署提醒，这几天天气变化大，民众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资料，随时调整清楚。另外，拜5、拜6受华南分河区影响，全台拢有可能落雨，加上低温，这2天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车路也有可能结冻。为想要去山顶等雪的民众就要注意。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到新北的沙林堡工地施工，害到隔壁大楼起气，即马检测了确定安全，居民已经会当转去处理。不过，都有住户咧讲，转去就看到这砖啊落去甲壁壁顺的状况，这是要安怎来住？市长侯友宜是表示，一定会协助受灾户，甲建商讨赔。一个火啊大包小包将物件搬转去大个所在。新北市沙田堡这建限施工，造成隔壁2栋厝出气。代志发生3天了后，第29早起总算应转去。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呢？会。好，家里的状况也好。应该还好，我们昨天有看过。那袂惊，厝歹我那袂惊。住户检查厝的状况，地面的泰路必开，便所壁明显破一地，甚至连便所门即马拢无法度关起来。后备少人是心惊惊。各部分住户因为徛过新过厝，只好先搬物件转去，也是决定继续住旅馆。就是整个倾斜的很明显。我们今天只是回来整理行李，但还是会住在饭店。我们只希望政府就是能够提出类似证明，说我们的房子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小。不会影响到房价。虽然灾情发生了后，新北土木技术工会继续检测鉴定，经过各方鉴定，认定厝是安全，厝的情形拢在法定的标准内。不过部分住户依然对技术安全有疑虑，也人讲到，就惊未来厝价会对咧受影响。整个监控的趋势当然就是持续的稳定，而且所谓的稳定就是说没有在异常的状态发生。那就房屋的一个倾斜率这个房屋其实都是在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法住期会有办理窗口，针对我们受损的隔壁的这些住户们，有专人专责来给予协助。对厂商来
追究赔偿责任以及法律相关的责任。专案影响的范围，根据新报消防局统计，总共28户86人。目前建商有成户住户，每一户2万。新北市府按算至到暗时，各找住户来开会，协助后续赔偿甲相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立法院今8委员会调集委员选举，正就放声讲，国民党会甲交通委员会为让出来，给民众党。不过最后也是给国民党立委单率先来选调。因为我大哥他第一个手，第二个对整个事件非常，所以我还是支持他，我还是支持我们陈显生。国成委员非常的谦虚啊，因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10几20年了，对，非常好的朋友。我想未来在交通委员会，我们2个一定合作无间。立法院当中有8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会当选出2个调集委员，当中有16位。今日选举8个委员会调委，都是一个国民党加一个民进党，民众党是一个拢占不到。继续来看欧洲议会，搁再表明挺台立场，通过2项外交甲安全的年度报告，其中强调台湾甲中国双方拢无属于啥人的，敢若台湾的民选政府会当代表台湾人，嘛批评中国想要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咱外交部嘛感谢欧洲议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俄战争2年无看到停止，伫美国增加援乌600亿美金资金的法案无进度。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伫欧洲会议演说佮出招，呼吁用俄国方冻结资产收益，军援乌克兰。There could be no stronger symbol and no greater use for that money than to make Ukraine and all of Europe a safer place to live. 欧洲议会也展现挺台力度，礼拜通过欧盟共同外交甲安全政策、参共同安全甲防御政策2项年度报告。除了关注俄乌战争，也高度重视台湾局势，强调台湾甲中国互相无隶属。中国假信息破坏台湾民主，谴责中国军事惹事台湾，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国领土声明无有国际法基础，佮表示反对改变台海现状，重视台湾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支持台欧投资协议，呼吁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BIA。欧洲议会强调，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会当伫国际舞台代表台湾人民。重申台湾为欧盟在印太地区重要的关键伙伴，鼓励欧盟会员国增加在台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对此，外交部表示欢迎以及诚挚的感谢。针对欧洲议会2年来通过超过20项友台决议，用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那咱国太平洋友邦图瓦卢完成国会改选，新政府上任，公布21项首要任务，佮表示甲台湾的邦交是关系无变，会拍拼发展甲台湾长久的特殊关系，为台陆关系助力共新疆。我们从图瓦卢的总理对台湾友好、深化稳定关系的发言，再到欧洲议会正式的2份外交安全的官方报告，都证实了台湾正在对的道路上前进。李伟表示，欧洲议会甲图瓦卢的友台立场，代表台湾行伫对的道路。外交部表示，台陆建交45年来，邦交稳固，必须亲兄弟，台湾会继续深化甲图瓦卢的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这个月初7，高雄大寮一间工厂拿手叫人投放火，警方早起掠这个涉嫌叫人投放火的细里的查甫人，伊煞要驶车来拢警察，今日这个警察最后是开11枪伫山拿掠着人。礼拜下晡，警方来到高雄的三拿区，要拘提一个涉嫌叫人放火的西里查甫人。不过，伊企图驶车拢警察，警方连开8枪了后，也是互嫌还走去。手用转起来哦，手用杠头顶。我的手会破。
经过警方的追查，嫌犯当日暗时也搁米伫三南区，要去掠人时因唔配合，搁拍算赛车逃走。警方对空中开2枪，为连那下1枪。细粒的查甫人弄到路边的护栏受伤，互人逮捕，嘛加以送医治疗。在情况急迫下，对犯嫌驾驶车辆射击8枪，仍遭趁虚逃逸。这个案件是林园分局跨区侦办，因为这个月初7，大寮区一搭工厂疑似互人放火，监视画面会当看到迄间半暝2点多，工厂熊熊闪光了后就起火啊，电火条甲火车拢全部烧掉。受害业者事后清理现场，发现有干那汽油弹的物件。跟我们说那个就是疑似汽油弹，不能说真的是汽油弹，因为没有检验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看监视器就是确定就是有人点燃疑似汽油弹，然后丢进来的。受害业者是电火条的包商，初步估计，互烧掉的大货车甲40多支电火条，损失超过300万。因讲因无熟悉对方，嘛无清楚是安怎会互人放火。警方表示有小耍掠到2个嫌犯，有承认输人1万块去放火。若再去人做歹的嫌犯，疑似就是细粒的查甫人。毋过伊互人逮捕了后，一直否认家己有犯案。目前案情警方也搁咧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病院评鉴公布，对3月初开始，台北的主治病院、祥和病院甲台大新竹分院，都升做医学中心。这个表示讲，这转诊的制度甲医疗技术等等，拢会搁再进步。不过，这相对的以后若挂号，都要加纳180块，这急诊嘛要加纳35。原本4年一摆的病院评鉴，因为疫情影响，拖到今年才公布。其中台北区的主治甲祥和，抑个北区台大新竹分院，拢伫3月7日开始升做医学中心。期待监医、亚太护医、土城病院、台大监医中心分院是被动为地区病院升格做区域病院，唯一为区域病院降级做地区病院是台南新楼麻豆病院。就新楼医院来讲的话，它如果变成地区医院，当然它的部分负担会降低嘛，在地的民众就医这个是有帮忙的，而且新楼它也承诺说它的医疗各方面的设施啊，跟这个专科人力啊都不会有任何的缩减。虽然对民众来讲，部分病院升做医学中心，或者是升级区域病院了后，包含转诊制度、就医技术等信赖度拢会提悬。不过钱袋啊也求水，因为升定了后，门诊费起160到180，急诊调整是加起250或者是350。生病的人又不是愿意自己生病的，所以这种应该不能调涨，薪水跟不上涨价的速度，小兵就诊所看一看就好。评鉴就是表示说，他就有到达这样的标准了，而不是说评鉴那时候有那个标准而已，而是能够继续maintain继续维持下去，这要花的人力物力其实是辛苦的。不过，台湾社区病医协会也提醒，在健保总额的控制之下，分级医疗各地无法度落实，严重扼杀地区病院的生存空间。即马地区病院家属已经为健保开办的时阵超过600间，甲即马差不多只剩一半，有甚至转做诊所或者是结束营业。若个风险恶化，地区病院更加落车，会严重影响偏乡民众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1月底公布各级病院3班的护病比例标准，按3月7日开始，那达到目标的病院就当摕到奖励。那夜班的护理人员另外有奖金。不过到医护士人员连这奖金，嘛照分班甲病院的关键卡来分，实在是不公平。台湾护理人力长期面临欠人的困境，为着老龄病院护理人力，3月7日开始，卫福部推动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会奖励达到目标的病院。那护理人员伫夜班，每个月会当另外领到6000时至2万多块的奖金。再去有医护人员代表，佮一班会表示，奖励机制无应该分班别甲病院成绩。奖励的机制来讲，照说不应该要分班别，不应该来分医院的层级。那让大家有感之后，那大家才会愿意继续持续的贡献跟服务。
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指出，进前做过调查，回收25000多份的煤罐，达到65斤回。只好夜班费奖励也是无法度补助护理人力。我认为，要让护理师有意愿回来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质奖励护理师。应该要政府要筹措另外额外的资金，奖励我们护理师每个月1万元，而且连续2年，我们都不断的呼吁。虽然1月开始，卫福部已经补助夜班费的奖励金，不过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认为，上重要是政府会当补助3班的奖励金，而且部分残疾，在奖励金的加权比数上，认为白班应该有之一，小夜班甲大夜班是4。不过卫福部长释水源捌伫1月底记者会上表示，无赞同无共残疾的病院夜班奖励爱共款。记者综合报道。台电甲日本企业签约，要伫咧大拿电厂推动兄炭南安气来发电，按算到2030年会达到南安气国派的目标，但会当减少9000吨的碳排。另外，外界嘛咧要讲一定会搁起电钱。台电回应讲，起价已经是有共识，不过这起价对象也需要讨论。将减碳努力，台电自告宣布，甲日本 IHI 自有上司签署大林电厂燃煤混氨技术合作备忘录，来推动混氨发电计划。按算2030年大林电厂应达到混氨5%发电时环，每年减少9000吨碳排放量。混氨，也就是煤跟氨的混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净零技术。随着未来这个技术呢逐渐的成熟之后，我们相信这个技术是可以兼顾能源多元化、能源安全，还有净零排放的一个优异的选项。过来，火力电厂为减碳，目前台电积极推动碳捕捉，甲原来发电机组结合氢加氨新能源的混烧发电。因为氨烧的时阵未产生二氧化碳，可用伫零下33度低温液化状态，保存良好，有减碳、高运输效率、甲低储存成本的发电优点。未来看实际发电状况，佮考虑是不是扩大混氨发电。只是台电已经了钱上情形，3月就要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要起电价，台电承认起电价是国家共识。看起来是大家对电价的涨是有共识的，怎么涨？包括民生，它那个低段数的，它20年来其实不但没有涨，而且反而是往下降嘛。这个会偏离成本越偏越远。调整民生部门的用电价格，就以价质量，应该也是对整个国家来讲，一方面又节能减碳，再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发电的成本。专家认为，因应反映成本这因素，国内民生用电应该适时来起价，这样让台电营运行较长久，避免年年了钱。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石门水库对去年10月中有满了后，水位就一直咧降，尤其是即马雨水较少，加上早人潮用水较凶，目前水位敢若剩一半左右。也那水利署是表示，会继续来检讨用水调度，目前供水是正常，免受过头烦恼。春雨还未来，石门水库调水率52.2%，剩一半。每年11月到过年4月是大水期，加上2月北部影响农民以及调度种产需求，用水量大。北区水资源分署成立应变小组，加强监控甲用水调度，优先向鼻塘甲河川水源省水强管，也有逐工为翡翠水库调度差不多75万吨的水源等等。农民比较关心的农业供灌的部分，目前也都全量在做供灌，每天供水量有达到130到140万吨，那供水目前都是属于正常。石门水库容量差不多是2亿立方公尺，汤市一年用水包含民生工业甲农业差不多9亿立方公尺，差不多是4号的水库容量。一般是伫水情测定时阵才成立抗旱应变小组，因应气候无正常加做常态，市府也提早伫水情拿定成立，提前完成各项抗旱的准备作业。因应目前的气候变迁，本市在水情状态正常的蓝灯之下，成立了抗旱应变小组，将随时的监看水情，来因应未来的可能性。
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石门水库多是大水期，落雨少，加上一级调作的农业供灌用水量大，水位会继续下降。不过目前供水正常，而且气象署预测3月会有落雨，3、4月要明显的雨势。石门水库水位有希望维持稳定，或者是回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婚姻岛内九安里部分的农地长期拢是靠附近地区的水质来引产，定定会碰到欠水问题。农业部即马是总算同意，搁要挖6口井，按算对3月底就会当完工。春天期间一期调播落后，后续会进入灌溉期，这期间农业灌溉用水会大幅增加。但岛内市九安地区的农地长期靠着邻近的水质灌溉，却因为水源不足。调着灌溉用水无够烦恼。水源大部分都是拢看天落雨，也是自然想办法安尼。先前是这是欠水啦，有这个井当然对农民食水较利便啦。因112年大欠水的危机，经地方民代争取，农田水利署园林管理处拨出经费2030万，针对欠水的区域紧紧扩限水井6口。为这个月20号开始施工，预计3月底完工，会当做伙解决长期欠缺灌溉用水的问题。互咱的农民有好的这个水路吼，就是好的生路，互农民吼免过来烦恼有欠水这个问题，帮咱争取这个抗旱情啊，因为这算讲嘛是真欠水的所在啦。农田水利处表示，因为岛内大圳，每年5月15号才开始通水，所以岛内南管区一期做无供给地面水。有的区域长期爱需要地下水源补充灌溉，这区域农民嘛拢期待，紧期看案这完工后，唔免阁为着灌溉水苦恼。记者从为你报道。那讲到这农村的人口老化，劳保局台东办事处是统计，目前有农保的有22000多人，但是有领农民津贴的却干有11000多人。虽然政府有咧鼓励青年回乡，提供农业基础甲买厝的补助贷款，不过这效果救援是真有限。即马花东抢购的水田还搁咧补黄啊！伫落野乡的水田，即个女性的青年农民，伊当咧使铁牛仔咧做工课，操作的确实是一点仔都袂适合查甫的。伊是青年农民陈文辉，今年30多岁，4年前伊放弃北部下抢10多万的月绩，甲因翁婿倒去故乡落野，替伊坐回老爸老母落田林做工课。为袂晓种田，到即马已经真熟手。伊讲即马种田一点仔都无困难。因为不是说在乡下地方就是很土啊怎么样，其实现在务农很多机械化都很多新的东西都可以学这样。劳保局台东办事处统计，台东县农保人口有22000多人，其中11000多人已经有领老农津贴，农村的人口有一半是老人，老化的情形严重，嘛真欠工。亲像陈文辉回乡，甲厝内做事的工课接起来青年是无济。伫上农会嘛观察到会员内底有60%以上是老年农民。主要嘛是因为找无骹手，不过县府讲，政府鼓励青年农民回乡投入农业，有提供买厝、甲买机具上悬1000万给你的贷款，希望当下青年回乡来做农业。至于务农的部分哈，它的收益也不会比去上班或者是说公务机关来的少哈。农机具的部分呢，也都可以向土地的所在地的农会来去申请哦。那个别的农友申请农机具的话，原则上都会有补助额度的部分是1/3。伫上农会必须分析，政府提供青年回乡的利多，不过还需要青年愿意接租产或者是租土地来种植，而且嘛要持续吸收农业的知识，人才留会调。县府表示，县府甲中央在地农政单位拢会举办农业课程，互回乡的青年更较紧投入农业的工课，提高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科大学的学习分数公布，人力银行邀请企业用请员工的10大指标，替国内120间大学来拍分数。排第1的是成大，过来是阳明交通、台大甲清大。今日辅仁是唯一排伫咧前10名的私立学校。
大学个人申请计计填6个志愿，分数甲兴趣真重要。不过未来出路甲薪水，嘛是学生甲家长考虑的重点。人力银行邀请企业为因上重视的工课能力、未来能力、产学力等等10大指标，来评比国内120间大学的品牌。大概有6个项目拢是摕冠军，是占上济。不过若是看总排名，排第1的是成功大学。他们在整个比较重要关键的这个指标哈，他们有6项是拿到冠军这样子啊，只是分数加总起来的过程中是比他其他2个学校稍微落后一点点。可是我们要讲哦，其实他分数是有点不相上下的哦，就差个0点几分这样子。总排名第2是阳明交通大学，第3台大，第4清大。技职学校台科大甲北科大是第5名甲第7名。台科大除了论文力以外，9大指标拢比前20名的平均数更较悬。若北科大第3学历排头名。就是跟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的值得信赖，对于企业呢是一个忠诚，而且呢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把产业的需要导入到教学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在硬实力上面是所有学校之冠。附带伫工课能力、未来能力、产学力甲学军力表现都袂歹，总排名第9名，是唯一一间排入前10名的私立大学。为企业的角度评比大学品牌，学生会当做选志愿的参考。若以大学的了解，企业上注重的工课能力是爱主动、爱面子；未来能力上重视的是人际关系互动，会以跨领域等等的课程来培养。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今日中兴大学伊是宣布讲，因开发出一款会当有接触感觉的面板，会当变形，会当春秋，会当家己发电。若是到底咧，因为伤病爱到假骹甲假手的患者顶头，就会当有懵掉的感觉。知影这物件是烧的也是冷的，这成果嘛已经登上国际期刊。伫咧电脑的虚拟空间内底，用手去摸球，信号就会传出来真实世界。黑色的触觉面板会对咧春球碰起来，实际用手落去摸、落去弹，就当感受到球有偌软。中兴大学宣布研发会当变形的触觉面板，上大的突破就伫咧炸断信号的技术。我是做滑动的动作的话，这个我手过去的时候，经过这个线路，那它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讯号产生。那如果没有做屏蔽这个功能的话，它会有互相干扰的问题。机器人应用的范围真宽，以往敢若会当实现听觉甲视觉。现代透过炸断信号的技术，解决真侪感应器会互相干扰信号的问题，研发出大面积的触觉面板，甲传统的触觉面板比起来，唔会当春球对身体甲运动来变形，也可会当透过咧摸的时产生的静电来家己发电。第一个是它不需要电池，所以它可以借由触摸的时候呢产生电力。那我们未来可能可以跟这个神经做一个结合，让这个义肢的皮肤重获这个触觉的能力，而且是在不需要电池的状况下面实现。现代教授罗英志表示，未来也可会当应用伫咧假手假脚的皮肤顶头，为截肢的患者来呈现触觉，也佮有智能下珠啊、元宇宙互动面板等等，甚至佮会当为机器人来看大面积的皮肤。这项研究成果2月已经刊伫咧国际期刊《自然通信》顶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想要紧来看到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正正过身，明仔就要安土，不过到底是毋是会使办，到今也是唔知影。伊太太纳瓦纳亚嘛惊普丁的探界时阵，甲因遮的反对派人士做一届拢抓起来。纳瓦尼为丧，纳瓦纳亚礼拜伫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会议发表演说，表示已经找好所在安葬纳瓦尼。从咧伊伫莫斯科马尼诺区的圣母上教堂举行，纳瓦尼在世进前捌伫这地区大过，了后伊会安葬伫2.5公里外，位伫莫斯科河对岸的鲍里索夫斯克耶公墓，也毋过有不祥的预感。I'm not sure yet whether it will be peaceful or whether police will arrest those who have come to say goodbye to my husband. 纳瓦尼团队表示，克里姆林宫欢乐公开总理引来大量的支持者，可能演变做类似反对派大集合的规模，也是抗议行动。有了会有大批警力出现。纳瓦纳也表示，纳瓦尼真早就发现要拍倒普廷，需要创新，像唔通阁用制裁迄种老套。You are not dealing with a politician, but with a bloody monster. And the political innovation here is to apply the methods of fighting organized crime, not political competition.
No diplomatic notes, bu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financial machinations. 纳瓦尼母亲顶礼拜指控当局扣留纳瓦尼的遗体，想要胁迫伊只会当举办私人葬礼，予克里姆林宫补贴。另外，纳瓦尼盟友原本选伫29举行葬礼，却找袂到愿意举办的教堂。迄天普丁有一场重要演说，应该是无希望焦点放转期。克里姆林宫表示，两方面无关系。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继续来看美国有史以来做上久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82岁麦卡诺，正因为发生跋倒会熊熊硬气的状况，这健康的状况是引起众人的怀疑。即马麦卡诺伊嘛近期宣布讲，伊11月就要落任。另外，已经81岁美国总统拜登嘛去做健康检查，同款是受到各界关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伫议会演讲时阵讲到，伊家庭即马是伫艰难时刻，伊的姨几礼拜进行过身，也提醒重新检视人生。Serve Kentucky in the Senate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lead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has been the highest privilege. But one of life's most underappreciated talents is to know when it's time to move on to life's next chapter. So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Mr. President, and my colleagues, to say this will be my last term as Republican leader of the Senate. 麦康诺自2006年开始做共和党领袖，领导党团17年，是美国史上政治上久的参议领袖。伊表示，家己82岁做出的贡献，比家己所甘愿做的更加多。虽然无做领袖职务，不过伊愿继续做参议员。讲家己忧伤内底油也够够，互批评伊人彻底失望。伊这几年来捌跋倒伫公众面头前定调的健康状况，互人真烦恼。美国总统拜登2月年度健康检查，81岁是美国史上年岁上权的在位总统，检查结果也真受注目。拜登去年健康检查指伊的身体健康适合履行职责，目前伊咧寻求连任，加共和党准备决定来竞总统川普，拢互共和党总统参选人52岁海莉批评年岁伤过大，无适合做总统。拜登有闲时阵爱拍高尔夫球、骑脚踏车，不过伊行路正慢，到时阵讲话模样，拢引起大家烦恼伊年岁甲能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法国的参议院昨是通过甲打铁权写入宪法，有可能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用宪法来保障打铁权的国家。这嘛已经是法国社会普遍的共识。女性议员当做会切目屎庆祝这一无简单的进展。法国参议院自备以267票赞成、5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将女性对铁权写入宪法。那因伫下礼拜2项表决当中过关，法国会成做全球第一个有宪法保障提囡仔自由的国家。On a fait la démonstration aujourd'hui que les féministes sont plus fortes et on a fait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es Françaises, mais aussi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toutes les femmes dans le monde. 为1974年开始，对铁权伫法国是合法。伫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对对铁权合法的裁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甲真侪个国会议员推动将对铁权写入法国宪法。政府主张爱透过修改宪法第34条，明确将妇女对铁权纳入宪法保障的自由。不过左右派议员却对权利也是自由条文细节意见不同。相关法案真侪摆伫参议院卡掉咧，所以这一摆法案得到参议院同意，对普遍支持对铁权入宪的法国社会来讲有重大意义。Tant mieux, les choses sont faites. Donc c'est une évolution, incontestablement, qui s'est faite, y compris dans les têtes d'un certain nombre de parlementaires qui ont choisi parfois de modifier leur vote. 法国国会当中无任何一个政党反对对铁权，国民议会今年1月就用压倒性票数通过入宪提案，专项需要伫下礼拜日国会2院合并投票当中，摕到3%多数同意，将正式进行修宪。公司新闻杨岩编译。
美国的民间公司顶礼拜讲，因成功甲登月器送去的月球 ，NASA 嘛宣布任务成功。这嘛是美国过52年了后，搁再登月。另外一边的印度，因的总理莫迪嘛宣布讲，已经选出4个太空人，要挑战甲人真正送去的。美国的民间公司伫到期海15进行 IM-1 登陆月球的任務，這嘛是美國1972年了後頭一屆登陸月球。美國 NASA 嘛伫2日記者會宣布任務摕到絕對成功。And we're still receiving data. So from NASA's point of view, and we're getting data from all 6 of our instruments, I consider this from NASA's perspective a success. 虽然任務的登月器奧德修斯伫月球降落的時陣起去，不過系統持續運作，團隊嘛有收到相片，而且下載超過350條微觀的科學數據。伫日頭光漸漸無照到太陽能板了後，這個運行6天、144點鐘的登月器任務嘛暫時結束。If something happens to the batteries for 14 days of less than 250 degrees, then we won't be able to come back up. Why not try? You know, with no odds on i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nd gain some data and insight that we otherwise wouldn't get if we weren't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就喺美國發展登月計劃的時陣，去年8月，全球頭一個把登月器送去月球，南極的國家印度，日前宣布要挑戰把人送去太空。सिर्फ 4 नाम और 4 इंसान नहीं है, 140 करोड़ एस्पिरेशंस को स्पेस में ले जाने वाली 4 शक्तियां हैं。印度的太空任務加公用計劃，目標是用國際太空船把太空人送去地球軌道。任務若成功，印度會爭做美國、羅西亞甲中國了後，第4個載人類去太空的國家。不過目前也無公布確定的時間表。記者綜合報道。轉來看國內高雄的鳳山中義里，最近受真濟里民皮膚攏紅紅整整過癢，甚至癢甲愛去看醫生。因為這社區公園是出現就清者氣魔糖，甚至佢走入來厝內，公所嘛有接到通報，講會繼續來厝橋啊，釋法封治。公園內面有幾若隻黃色，閣有毛的刺毛蟲。若是我醫收經摸到刺毛，皮膚可能會整整癢癢。這是小白蚊毒液的幼蟲，也有人叫伊刺毛狗蟲。最近有就親者出現佇鳳山中義里，里民攏真驚嚇，因為伊的刺毛有毒，就里民皮膚是上甲愛去看醫生，甚至有空喙，這也影響附近10幾戶的住戶。安尼聽吼，差不多每天攏有差不多100隻啦。遮就迄個價一個嘛，迄落落來無，好無？遮無一點。甚至呢，嘛爬去你到因的2樓，啊2樓你若蠓蟲若無關的人的哦，甚至燒去要因的房間內。李長講，這種刺毛狗蟲逐年都會出現，不過今年數量特別濟，可能是因為暖冬閣無落雨，因為舊年底就發現狗蛋有上清者是上濟一屆。鳳山區副區長表示，這種蟲主要會吸樹仔汁、食葉仔，佇逐年2月到5月會生炭。比較容易大發吼，大爆發，就是佇咱這個2月吼到5月這個中間。啊，所以因為可能是中義里活動中心附近遐樹種的關係，吼，所以小白蚊都有作用於佇遐產生。鳳山區公所接到通報，27已經將廠商來轉藥啊，蟲的數量較降，按算後禮拜閣愛轉第2道。農業局也會請專家進行樹仔的封治，避免刺毛蟲閣傳到其他的所在。記者鍾義輝、邱朝陽高雄報道。同款是伫咧高雄小港的沿海一路，這因為攏是貨櫃啊車咧走，為了顧到過路人安全，去年底有佇其中的2個路口設庇護島。不像我講，這過2個多月，就已經互人弄失解，主要攏是因為食酒塞車甲細神所造成的。汽車來到長興街口，準備倒挖沿海一路，煞直直弄到過路線邊仔的行人庇護島。事發第27高雄小港區，汽車車頭攏歹去。左轉沿海一路南向行駛時，疑似為行至路口中心處提早左切，導致其不慎撞上行人庇護島。
造成其手部受伤。这不是单一事件，15嘛有汽车驾驶因为一时无注意，弄到同一个庇护岛，倒来到事故现场，而到透早，沿海一路车流量大，而且真侪大车，互民众过马路的时阵心惊惊。为着提升行人的安全，高市府去年12月底伫其中2个路口设庇护岛，但民众感觉效果无好。没有。怎么说呢？因为还是有车会往那边过去啊。庇护岛的反光岛标已经弄歪去，根据统计，2个庇护岛设置这2个多月，总共已经互汽车弄到7摆，引起外界讨论。交通局表示，主要原因是驾驶习惯无好。最主要都是驾驶人可能有酒驾、晃神啊，或者是有切西瓜这样的一个驾驶行为所致哈。尤其是从支道出来在转弯的时候，因为转弯太急，用切西瓜这样的一个驾驶行为而撞击到庇护岛。驾驶人因不熟悉路况未注意自撞行人庇护岛，公务局将邀请交通局一同会勘。公务局表示，会邀请交通局做伙会勘，确认敢有需要改善。交通局甲警方等单位嘛提醒，驾驶经过路口应该减速，以导引线驶，并注意路况，以免事故发生。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今日伫咧台中的北区正化北路人行道，因为当咧进行改善工程，不过有民众所发现，这规排树啊拢总曲直接斩断，敢若留树根。树是解说讲，这43丛树啊是经过专家的评估，因为是无健康才会斩掉，日后卖个种回去。台中市北区的正化北路原本有规排路树，不过民众最近发现，有袂少树啊，拢已经规丛互人错掉，有的剩土堆，有的敢若剩树头。认为市府安尼做，伤过粗鲁。然后昨天228，他们进来把那棵树也是砍掉，然后 7那边有一个榕树。小孩子你生他，你就要养他，类似这样子啊，维护他嘛，对不对？原本青亮亮的树啊，就安尼无去啊，民众拢感觉真可惜。原来台中市府最近是要进行正化北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范围是为中清路到中德路的这段。为着工程的需要，才会把无健康的树啊拢总错掉。确认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有安全疑虑的树木，为了避免日后倒伏或者是折干的情形发生，所以来办理移除。市府统计，处理的55丛树仔当中，多数拢是青仔。经过专家确认了后提报，才会把无健康的43丛树仔错掉。剩的12丛是沙栽，日后嘛会阁把树仔拢种转来。不过，护树团体认为，路树的维护是需要透过长期的经营和管理，才会当避免树仔生害虫。所谓的不当修剪，包括断头式的修剪，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造成了大面积的一个切面，然后伤口不容易愈合。这些树木的伤口不容易愈合，就容易产生这些包括真菌也好或其他的病虫害。除了选择种什么树啊，种的位置甲环境嘛，拢会影响到树仔的成长。尤其应该避免黑白修剪，才会当降低树仔生害虫的机会，嘛会当省日后保证树仔的相关成本。记者台中报道。宜兰的龟山岛明仔就要开放登岛，昨昏就先举办清海沙堡的活动，拢总有清出3吨半的粪扫，伊嘛呼吁大众减用塑胶用品，才会当有美丽海洋。民众行脚啊，甲保定办等等的粪扫拢夹入去地下内底，这粪扫拢是龟山岛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封岛，累积到内底古尾海保定管的。这700多人清出一地粪扫，拢总有3530公斤，内底有鱼网啊、鱼具甲保定板，大部分拢是塑胶。环保人士分析，这粪扫是为乌条等等的洋流过来的，有的可能是为境外来的。它在龟尾这一块呢，它这样退潮的时候，一样就是跟它的潮汐、洋流的流动有关系，所以会卡在龟尾这一块。那昨天清理的垃圾形态，大部分就是最多的品项还是保特瓶居多。环保人士表示，每一个塑胶制品只要伫海内底有去挂着，产生塑胶微粒，对海洋拢是伤害。净滩是上尾端咧做的代志，呼吁民众爱为消费这边的源头来减少使用塑胶。今年呢，我们3月1号正式开岛欢迎所有的游客，扶老携幼来这边登岛，来旅游。龟山岛3月7日会重新开放登岛，
为了永续经营采总量管制，除了拜三限制学术单位申请，每一天对外开放1800个人，一年差不多12万观光的人次。制造生态岛安怎永续经营，维持美丽环境，需要各界大家共同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研究人员是真拍拼，顺利伫人工的环境之下，帮助刺龟探井，嘛是台湾的头一个。志刚向民众说明，水族生活内底就是全台头一届人工栽培成功的刺龟绿斑离鳍豚。今日初原本饲伫海科馆条件智能海洋馆的刺龟，无按时说的生卵，研究人员用心照顾，将近2个月时间成功生产，健康长大。就在幼体的时候，它也很脆弱。如果一不小心水质有变化的话，也很可能集体就会染病。所以中间我们有一度因为冬天水温变化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损失掉一批的小鱼。海科馆表示讲，绿斑离鳍豚佮合作刺龟还龟龟肥，体型若龟龟啊咧，规身躯全是刺，拄着危险的时阵，就会下性命吞水，互身躯膨起来防卫。看起来真古锥，幼鱼内底养老生活真好看到伊。若大只了，就会转来较浅的岩礁海域生活。因为伫咧生团的过程，要怎养殖是真无简单。我们就到野外去采小虾啊，或那种小小的在潮间带里面小的东西拿回来给它吃。会利用那种人工饵料，用一个钩绑在钩上面，就由我们晃动食物的方式去吸引它，想要来过来吃东西。其实海科馆现在这个智能馆里面大概有5700多条鱼，有320几种的海洋生物。人其实都是拼命的在照顾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跟护育我们的海洋生物。其实我们潮境智能馆这个馆本来就是一个以富裕跟保育为主的一个智能馆。海科馆表示讲，这届刺龟婴仔成功栽培出来，过来开放参观，希望民众唔当错过机会，进来海科馆来做生态之旅，进来看罕咧看到的刺龟幼婴仔的外形，甲伊古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来，过来看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的独立册店，佮母语团体，按算这礼拜六要举办绘本市的活动，邀请布袋戏表演，用母语来讲故事。丰城囡仔剧团演出趣味的台语舞台剧，互现场的观众看甲笑嗨嗨。家长讲会互囡仔用台语去表演，上重要就是希望囡仔自细汉接触母语，用母语生活。伊去找咱妈2个细个兄，然后就上山四处游荡行过，连行底面落出互人惊。互因自细汉就会当接触迄个母语，互因会晓讲，会晓用。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感觉足重要。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以及母语团体，准备第1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来推广阅读。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加阅读。册店头家希望会当对家庭做起，大人囡仔做伙阅读。对囡仔甲爸母来讲，共同看出这件代志吼，原来是阿哥吼。继续来迄度，只是讲有影甲册店的人较少啊。当然，希望讲后日有机会吼，互更较侪吼的朋友会用个入去册店，因为其实册店内底的册吼是看免钱，过来吼免排队，让我们新竹地区的所有的独立书店业者能够齐聚一堂，然后让新竹市民有机会能够一起看到说，原来我们新竹市有这么多丰富的这样的阅读的一个特色书店。市集活动除了有好看的册，现场还有说唱表演、布袋戏以及母语故事。不管是阅读也是母语，拢应该自细汉就接触，累积做文化养分。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拜六做伙去新竹公园体验阅读的好，看到母语的水。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日本即马是搁出一款新的电动，号做幻兽帕鲁，是请到全世界。这电动内底有亲像宝可梦的动物，佮加上对战游戏，是吸引真侪迷众。在航向开发群岛，大家爱努力战斗进化，用帕鲁球收获上万种帕鲁成分。
将无共款机灵用来做自己建造基地，或者是斗阵战斗、开疆辟土。这款由日本小开发商 Parky Pearl 推出的电源换手帕路，1月底上线马上红起来，伫游戏平台创下200万人同时上线纪录。受到上这议论的特色，就是游戏当中各种帕路外形甲任天堂的精灵宝可梦是真同款。ポケモンのパクリでポケモンが銃撃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するゲームがあるぞみたいなので、ポケモンに似ている部分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うじゃない、オリジナリティな部分もあるし、結局そのポケモンには建築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ものを作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けどパルワールドには。大家应将无落的帕路分析煮来食，农业真做苦工，直到配件培育更较强大的一代。拼命对战，佮结合全门的生存游戏，虽然录到宝可梦被从红线，不过也真做亮点。Japanese game comes out of nowhere, and that it's not made by Nintendo or not by one of the big studios in Japan, and then blows up like this, on a global scale. 帕路甲宝可梦有点同款，阁不是完全同款，游戏规则也拢无同。卡标伫法律中间地带，开发商 Parky Pearl 执行长高波托龙表示，依法检查并无侵权。大家认为帕路起来显示宝可梦这几年来创新无够弱点，希望两个好的游戏能斗阵存在。公司新闻是非常平衡。下晡晡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6度。外岛地区11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这节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